亞甲、巴西甲呢三大板塊同大家重點涉獵嘅。咁啊，今日節目先同大家做到呢度，聽日晏晝同樣時間3點半鐘再約定大家，祝大家今晚順順利利、安安康康、精精神神啊！依家係北京時間下午4點正。FM 95.3捕捉市場熱點，全新互動視聽體驗，股市廣播。股王論劍，誰與爭鋒？投資傳媒股王論劍欄目舉辦線下活動，金大師股王論劍分享會啦！首場活動特邀風雲杯爭霸賽股王親臨廣州，同各位投資者面對面交流，舉辦一場粉絲專屬嘅思想會，親身傳授實戰經驗。9年800倍，2年半9倍嘅投資收益係個點樣嘅概念？到底點樣先可以取得如此驚人嘅戰績？之前你可能淨係喺節目裏邊聽過佢哋把聲，今次我哋將會提供難得嘅線下深度交流機會。時間2026年1月31日星期六下晝2點半，關注投資傳媒微信號，點擊最下方嘅報名購買，選擇股王論劍即可報名。100倍股王粉絲見面會，限量席位供應，趕快搶佔2026投資先機啦！